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香港Donald。今日理財之道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仔。呢個故仔裏邊兩位主角咧就係當今世界上最有錢嘅人，一個就係馬斯克，一個就係股神巴菲特。話說馬斯克嘅電動汽車新增一個功能，就係憑感覺駕駛，就算你坐喺後邊，唔需要出聲，可以憑感覺隨時修訂方向。馬斯克見到巴菲特就話啦：老頭子，而家呢個世界改變晒㗎啦，唔係再好似以前你咁樣揸可口可樂㗎。你睇下我筷子可以夾住火箭翻地球都得㗎。我而家有一款最新嘅汽車，憑感覺可以操控㗎啦，一齊嚟遊車河啊！巴菲特就話啦：唔使客氣，你自己去遊車河啦。於是馬斯克自己就坐上自己研發嘅最新嘅感覺型汽車去遊車河啦。點知馬斯克咧，琴日食咗中國最美味嘅麻辣燙，屁股開花，一路揸車一路屁股熱辣辣。佢屁股咧直情好似噴火咁，架車感覺到佢屁股噴火，加速咁係咁橫衝直撞，結果佢部車撞咗埋牆。馬斯克喺呢個情況下咧，佢自己又忍住，唔希望自己喺架車裏邊賴屎。架車感覺到佢忍住，於是咧安全帶牢牢鎖死佢，唔俾佢解鎖，唔俾佢出嚟。巴菲特見到呢個情況之下，呢個袋裏邊攞咗6罐可口可樂，用件外套包住佢，好似成龍咁，揈幾個圈掟落去擋風玻璃度，打碎擋風玻璃，將馬斯克救翻出嚟。馬斯克逃過一劫，於是咧就同巴菲特講：老頭子，多謝你救我啊！有乜嘢願望隨便講，你要幾多錢我都俾你。巴菲特同佢講：唔需要多，我只要每日1蚊。但係有個條件，就係每日100% 增長，1蚊變2蚊，2蚊變4蚊，8蚊、16蚊、32蚊，就係咁簡單。馬斯克聽到之後心諗：1蚊、2蚊、4蚊、8蚊、16蚊、32蚊、64蚊，有幾多啊？我成4000億身家，應承你。結果喺第45日後，馬斯克要申請破產，因為已經欠落100萬億。呢個故事主要想帶出複息利率嘅威力。當然，我哋冇可能每日能夠複製到100% 回報，退而求其次，唔好100%啦，20% 得唔得呢？咁原來喺世界上所有最出色嘅基金經理，一隻手數得出能夠每年做到平均20厘回報嘅，可能不出得幾位嘅啫。記住，貪字變貧，如果能夠每年派發超過10厘回報嘅，其實已經係有相當之高風險㗎啦。如果我哋能夠揾到一啲低風險、回報又有翻咁上下嘅產品係最好嘅。衡量各方面因素，又要計及風險，又要計及回報，如果有6厘至7厘回報係相當之穩定。咁就大家喺市場上邊揾一揾呢一類產品。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項目。拜拜。